你喺出邊打 M22，有可能只係發揮到部機1-2成效果㗎咋。嗱，關於呢部第9代 M22咧，有一個行內人都唔會話俾你知嘅秘密。呢個秘密就係對於醫美中心啊，如果購入呢部第9代 M22，只係跟隨一啲原廠嘅基本設定打法嘅話咧，呢部機根本計唔掂數嘅，因為呢部機嘅價錢咧係比第8代貴一截。佢主要嘅分別咧，只係多咗一塊專做眼嘅濾片同埋一個專做眼嘅治療頭。點解咁貴？我哋第一時間買入咧，因為我哋從來咧都唔會用傻瓜制式嘅，原廠預先設定嘅基本打法咧，就好似一部傻瓜相機咁樣嘅，撳一個掣咧就可以影到相噶啦，只係方便，但係效果係一般咯。而我哋用乜嘢啊？我哋用手動模式嘅，好似一個專業攝影師為咗影一個曠世傑作，親自調校光圈、快門等等。而我哋就係針對每一寸皮膚嘅細微分別，手動精準調校每一個光學參數。而第9代 M22多咗塊濾片同埋治療頭，對其他人嚟講咧，可能只係一塊配件，但對於我哋嚟講咧，佢係一道全新嘅專業鏡頭，等我哋咧可以鑽研出更多前所未有嘅高階打法。其實香港係缺乏鑽研光學嘅人才嘅，正如我幾年前咧已經講㗎啦 ，XLV 打斑咧效果係非常之好喎，但係到而家。你仍然好少見到出面會用 XLV 打斑嘅。大家睇下呢一個色斑嘅個案。呢位客人同我講，佢喺出面打咗10次 Pico，但係都唔及我哋打一次嘅 XLV Plus 效果好啊。我係 Ladumas 嘅總教練，我嘅任務咧就係帶領我嘅團隊成為全香港最出色嘅光學團隊。一部頂級嘅光學儀器，猶如一個頂級嘅樂器，但真正嘅樂章咧係由演奏專家雙手創造出嚟嘅。如果你想見識一部頂級嘅儀器喺演奏家嘅手上，究竟可以發揮到咩境界呢？歡迎揾我哋詳細了解。